你个上介好个啊，你就是讲啊，我欠地老鼠是，爱用主人好我是机会，你3个钟讲老鼠物件，了够好，然后我要一台车，我马上买一台，你也不知道你要快好。你爱啥随便互你，差不多咱来想啦吼，而且人拢话要爱啥，咱来想。今日人拢爱无人啦，咱我当时你想的，我若无可能啦吼，我想到遐我，这个主人吼，这少年人吼，想无安，咱想无啦，这个精灵啊，讲我主人啊，你拢有去派工过，我要天时啊，感觉伊尾也无好，咱想个办法，我对伊这头壳，我这头壳，人个哦，你像我特别啊。人个头毛讲你吼，你莫讲就是啥啦，从这个头幼儿园然后教育我，甲幼儿园教育我，讲这个少年，这个精灵讲这哪有啥问题啊？较歹做，较袂够做，讲是伊头尔，也会教咱做咱法度，我上个教我。幼儿园啊，我头会讲我头啦，啥人我头？因为有一条教育去，变成啦，那是一个球一样，对无？那是一个球一样，你这教育了需求伊讲，你也袂完成咧，就免你配落来，这个配落你讲你哪个不行嘛？你还得有眼头，都讲成讲咧，所以这个看袂是拢做嘅，为啥你后面讲这个故事，就是甲咱讲。咱今日吼，你看，毋是讲我用了真侪物件，安尼了做人好的快乐，实际上真正是讲，咱有法度通来驾驭外在的这些东西，不管是代志也好，或者是咱有法度通来控制，你讲是真正控制的这个命，它是真正在开放的，所以咱今日爱了解点讲，咱是用讲修道会当改变，是不是种有影？有影我讲改变，那安尼，咱讲，无咱来这自信负将物件显露出来，其实呢，我未来讲上着咱人个完全接纳伫咱人个心内底，这是咱个自信，面对负将物件显露出来。对针对对咱个客气。理解啦，其实他我讲咱常好就是讲，咱自着夹起来，自无私夹起来，咱所变着遐物件，咱讲用自无私夹起来，所藏着遐物件，迄个就是这个东西。因为这个小经济其实。咱教完了，拢有大问题。咱讲规安尼也是第一，做出来了，从第一，安尼也是比较好。伊应用着啥？应用着咱两个在世的思想观念。所以咱讲一个人一个心啦，一个心，一个道。这是大人爸爸妈妈，我大汉生，做面仔共款的上生啊。咱讲人拢袂使，所以我到底对的是，如果对的，你到底对的是谁？对的是我们男性。这个对象呢，就看法不会共款，不可能一样。观念不会大。就是讲人会所变，也是经济。那么这个学经济学中，就是咱人这种思想观念。咱时常在讲咱人的思想观念，也带动啥？带动咱人的我们人的行为。咱有啥基本的思想观念吗？伊就会带动咱人的因为若准一直做，继续就变成咱。这样做变成惯性，习惯性，习惯性倒不
当咱人培养着即个惯性了，啊有即个个性了，以后所要做的种，第一个想法就讲，我要安尼做。啊，伊的来源就是哪？来源是基础的遮，来源就基础的遮，啊，所以即个了就变成咱人用的。变成我们的命运这样。咱莫讲啥，咱今日跟咱的另外一半，后要经另外一半，就是讲咱要娶某也好啦，或者是讲咱要嫁人也好啦，咱即摆要找对象，咱会安怎去找？咱会安怎去找？有话啦吼。咱这当然，咱若说开始想到了，因为咱即摆结婚是个思想观念都无共款。咱即摆就倒来甲想者，咱过去当咱要找另外一半的时阵，当然咱较老个啊，讲来就来讲，因为较老个较侪话啊，这老后生哦，有诶根本就也要乱来着啦吼。咱讲来相亲咱上个安尼就娶去啦吼，咱讲经过应用着咱的老年头讲吼，好，即个好爱娶个。好啊，我听伊讲嘛，听咱一个先生讲啦，讲伊捌伫咧庄头，讲捌安怎呢？捌讲连小看过拢无看着啦吼，啊就娶过去。我到我要结婚迄时间，看着我看即个人是啥物人，吼，啊所以吼，我想要讲，讲吼，咱这较少的囡仔，可能吼，啊尤其是咱家己要选，吼，啊毋是讲。完全因为咱老爸老母遮，当咱第一个印象，咱要娶的对象，咱是个人啥物？我们思考都是说，有可能讲看到，伊是较悬，伊是较悬啦。我看着你敢想捌我要娶的对象，我第一个就是讲啊，我要娶较悬的。哦，这是从外表来看吼，我要娶较悬的，啊，收加100个，啊，是讲伊以后我。可能是安尼。另外一点就是讲，我要带落个性较较自为的落来，个性较自咯，这每一个我讲袂拢爱迄个性较用心话，安尼讲处理代志比较较热烈，但是要讲爱个性较自为啦，每一个都同款。但是这完全拢基于啥？基于咱。观念，应付的咱，应付咱我们自己，也是我们自己的个性。这个个性也带动咱要做这件代志。从这件代志做落去了，以后咱所要相处的对象，就是日感就要甲咱斗阵的，日感就要甲咱斗阵的啦吼。就变成啥？变成着咱。完全话讲就是讲，因为咱有这个个性，也带动着咱这个。所要做的这个态度、选择的这个对象，所以就是这就是咱所以个性其实就是安怎应用在咱这个里头。毋过，这种东西安怎？咱较是讲这无完全依着讲咱过去式来讲啦吼。咱今日来有想到，随常咱这个个性改变过，这个会改变。咱会变过哦，咱有一对啊，我就是个先生，我这对先生吼，伊结婚了，就开始冤家相拍。真正冤家相拍，有时咧相的哦，讲实在，到因亲口了，就不是咧冤家相拍。到亲口了，但是咱来讲吼。像咱亲口要做冤家相拍，要想过这个业务吼太大，毋是讲伊无惊同意，是太大。有一个相片在甲算讲，互恁来几档了后，离婚啦。事实上哦，在因两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啊，讲实在，有哪有时常在讲住袂合啊，不是相拍，安尼要安怎？抑毋过老早啊，随常啊。
啊，算真正讲要收的话啊，人一直接平等，接受着这真理的这教育，人知影讲会咱人去修道，人修道修心嘛，啊不修结缘嘛。你对着这个你的心就足重，咱就听咧困斗生就是安尼讲的讲，有时阵啊吼，伊总会讲伊家己伊也知伊做歹，要毋过伊拢安尼讲吼，即使平常时伊安怎脾歹啊吼，第一个念头就讲我一定要听到你要来改变我这个脾气，伊拢家己安尼讲，啊所以对听到你用执着啊，你听到你有执着，咱是用咧讲修道爱有3000万对无？这3000万咱大家拢知嘛吼，就是30年嘛，比较可能用，袂使入去嘛，吼，啊到尾袂使入去神理，袂使入去这个经典，你这3个拢去配这物件，你要入去就看会使吼，啊所以当时这对夫妇啊，人老大的修，当然是我即摆我已经真久毋捌听是讲拢要离婚啦，已经比这个时间已经超过了这个算命先甲讲，你怎时阵？你离婚的这个时间，毕竟啊吼，算命毋是准啊，咱记会到有命啊，咱记会到有命，咱就算袂准的，当然咱看人算，但是这个大家算，讲起来咱真准啊，但是实际上算唔对的，是算对，但是苗有改变，改变个性改变话啊，分到个性中咧分段，总唔知我用来。但是呢，变不了，改变，苗语就改变，哦，所以哦，就是我讲的，咱咧想啊，有个人讲，我苗做歹。